點樣可以打破呢個僵局？邊個可以申請依親移民呢？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林之甜品，我是米西啊。好多香港人已經陸陸續續咁樣咧，成功攞到台灣身份證，成為真正嘅台灣人啦。除咗投資移民之外，原來好多香港人都用依親移民呢個方法移民到台灣嘅。邊個可以申請依親移民呢？當然係申請人要有一位台灣親人啦，咁佢嘅配偶啦，或者佢嘅直系血親就可以申請啦。直系血親係乜嘢呢？簡單啲嚟講，就即係佢嘅父母啦，或者係佢嘅子女啦，咁樣就係一個打直嘅關係，就唔可以咧還生嘅，即係啲兄弟姊妹咧就冇份嘅啦。如果想要申請嘅話，當然要一啲嘅證明文件去證明你哋兩個人之間嘅關係啦，例如係結婚證書或者係出生證明書等等啦。申請成功之後，就要滿足居住嘅要求。然後你就可以申請定居啦。咁啊，今日咧好開心啦，就邀請到咧由香港嫁到過嚟台灣嘅 Flora 同我哋分享一下嚟到台灣之後嘅生活係點樣咯。好，有請 Flora。Hello， 大家好，係哥啊，好年輕嘅一個媽媽嚟嘅喎，係咪啊？生咗就嚟1歲，我都見過佢嘅 BB 好得意㗎，因為你都嚟咗台灣都幾多年啊？ 22年8月嚟嘅，即係遲我1年到啦，係咪啊？都差唔多啊，係啦係啦。咦，咁其實你同你老公點認識㗎？打機食嘅，即係打下，即係傾下傾下係就打出感情啦冇錯咁樣。咁過咗嚟都已經3年幾4年啦，適唔適應到台灣嘅生活？可能我自己本身都一個幾容易適應唔同地方嘅人。咁國語你又 OK 唔 OK 咧？國語我睇台劇大嘅，所以就會中意台仔啊，係咪？都冇關係，但係佢有啲朋友啊，咁都會傾下偈，跟住佢哋會完全聽唔出有口音。哦，咁犀利啊！我自己覺得好 shock 嘅。雖然話講嘢就即係冇問題啦，即係老公嘅家人啊，或者一齊相處嘅時候，朝見口晚見面，就會有機會有摩擦㗎喎。有冇呢啲問題咧？最主要我覺得可能係因為佢哋都係南部。咁、就都係講台語，咁就真係冇辦法溝通啦。即係其實又聽唔明，咁跟住，但係你冇俾反應，又好似好怪噶嘛。咁你聽，因為我有時都聽佢有啲人話，我唔知佢講乜。如果佢啲表情有啲奇怪嘅話，就會懷疑係咪話緊我咧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種咁嘅情況出現過咧？都有㗎。咁咪都有啊，咪之後翻房閂埋房門問下老公，佢哋頭先講咩咁？咁跟住老公唔係咧，冇嘢。同埋其實我最主要可能有啲語氣嘅問題啦。係啊，講嘢好似好粗魯咁樣㗎嘛，成日都。哦，因為點解會粗魯嘅？因為嗰個台語發音係粗魯㗎。唔知咧，我聽落就硬係覺得。成日都好似好大聲，係咪又嗌緊交？哦，竟然係咁！但我哋香港人廣東話都唔弱嘅喎。都係。又問下你啦，即係如果同奶奶啊、老爺嗰啲相處咧，咁有冇啲咩相處之道？即係你覺得想分享下俾啲香港人？你對人點，人哋對你點咯。咁你當然唔係黑口黑面對住人，咁係咯嗰啲咁樣咯。即係可能用個表情，因為可能溝通唔到嘅話，就笑多啲啊，係嘛？即係開心啲啊，咁樣係嘛？咁就會令到個家庭嘅氣氛就會和諧啲咁樣係嘛？你都有計較咁多啦。係，唔好計較咁多，呢個都各地通用啦，係啦。即係始終依親過嚟咧，咁嚟到一個新嘅環境、新嘅地方咧，咁可能唔識人啊咁樣，點樣可以打破呢個僵局啊？唔好諗咁多，都係再建立一個自己喺台灣嘅圈。咁你對於未來喺台灣嘅生活有啲咩期盼咧？最主要都係湊仔為主。咁啊，希望佢快高長大啦，嘅身體健康啦，最緊要。係啦，好啦，多謝晒你做呢個訪問啊，多謝晒。除咗 Flora，今日咧仲好開心咧，請到金門嘅 Mandy 喎。咁咧，因為知道佢都係依親過嚟嘅，而且咧仲攞到一個幸福家庭獎㗎。你咧有冇一啲咧同台灣嘅丈夫相處之道，或者咧港人配偶嚟到台灣咧嘅生活小貼士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先多謝你俾機會我同大家分享。咁我嚟金門已經5年幾，咁呢5年入邊其實我都係磨合緊啦，同埋學習緊嘅咋。因為兩個人相處原來真係好多事情，好多嘢要解決。最主要原因大家好似背景唔同、價值觀唔同、處事方式都唔同，日日都可以有問題發生。咁啊，例如我哋喺經營民宿上邊，每一日都有唔同嘅觀點，即係拗住咁啦。咁當然有問題，我哋就要諗辦法去解決。要同先生做到和平共處的話呢，
除咗我哋平日都講嘅多啲聆聽啊，或者係設身處地呢啲標準答案之外呢，我自己另外一個心法嘅喎，就係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個點係先要自己開心，要活得積極樂觀，抱住呢個態度。當你自己都唔開心啦，咁就好容易吸引到身邊嘅人去中意你啦，同埋會跟住你一齊去玩咯。我哋唔好將個注意力全部放晒喺另一半嘅身上，多啲參加活動，令到自己嘅生活覺得精彩。當你自己能夠發光發熱嘅話，成段關係都係能夠輕鬆一啲咯。咁婚姻關係唔係互相捆綁啊，反而係要一齊向前行咯。咁呢個都係我一路嘅座右銘，就係要大家一齊好。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平日嘅嗰個記住喺心入邊嘅嘢。當我哋鬧交鬧完之後，我都會諗翻點樣先至令到件事更加好呢？就係咁咯。陸委會及台港經濟文化合作促進會經常都為香港人舉辦唔同嘅課程同埋活動。課程方面，例如最近舉辦嘅急救班，在台港人除咗喺課程裏邊學習到新嘅知識，為自己個人增值之外，仲有機會幫助別人回饋社會。除咗課程，佢哋仲舉辦咗好多唔同嘅活動，例如好友講節、淨山活動、小旅行、文化交流會等等。透過唔同嘅活動，除咗俾大家增廣見聞之外，最重要嘅係能夠從活動中結識到志同道合嘅在台港人，人際網絡更加廣闊，朋友更多，心情一定會更加好啦。陸委會及台港經濟文化合作促進會仲設有 Facebook、IG、YouTube 頻道，在台港人一定要訂閱同埋支持，經常關注最新動態，睇到有合適嘅活動，馬上邀請在台港人一齊報名參加啦。如果喺台灣遇到生活上嘅困難或者疑問，陸委會及台港經濟文化合作促進會仲會經常舉辦唔同嘅講座同埋交流會，並且邀請唔同嘅政府部門專人專業講解，讓你對台灣嘅認識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呢一份嚟自台灣政府對在台港人嘅善意，我哋真係要好好珍惜，多多支持同埋感激啊！